我知道頭先咩事啊？咦？你啲拉花啊？你嗰隻手係打開啊，Lily可以打開啦，你擺喺度。你諗住夾去邊啊？熟咯喎，熟咯喎，摸地地隻碟。唉，咪玩啦，幫我整下。爛咗我嗰個。係咯，其實要出去錄咯，事情。不如攞杯啦，嗰啲膠杯啦，攞膠杯嚟擺啦，有少少湯好啲喎，有少少湯好似好啲喎。杯喎，頭先 Lily 咪攞啲杯嚟，嗰啲嚟㗎。唔係啊，有膠杯啊。哇！我想講穿晒窿咯，要用嗰啲藍嗰啲先得咯。係你整得錯㗎。做咩啊？你唔係咩半碟啊嘛？MK 的小哈哈 ，This is。你使唔使攞啲唔係嗰啲美術？好 confession。